再來看，即馬受到這國際局勢影響，台灣的淡馬鋼呢，這原物料是嚴重欠貨。佇台南有業者是講，目前這庫存時間內當凍到4月初爾爾。若陣後手進口佫無順利，安尼台南市的道路施工恐驚是會去纏着。那工務局是回應講，會重新來安排工程，較重要的帶先來做。台南市小東路對新台病院到前鋒路段的路面工程，透早咧趕工，在原物料真欠的情形下，雖然才做到一半，工務局講會全力完成，不過其他的路段都無遮爾順利。工務局坦白講，庫管市其實目前攏面對淡馬鋼無夠的問題，主要受國際局勢和油品管控影響，業者嘛佇有錢無得買的困境，恐驚工程暫時先停工。差不多撐到這一個禮拜就結束了，因為中油他們那邊的政策就是說。現在可能他們供貨會吃緊，那他說，現在也不一定我們會不會有貨。說講奇怪，來多向收到中文的一個文，意思就是講無疾而終，沒有給一個確切說我們什麼時候突然就這個油就終止了，就停止供應了。這個對於他們要在公共工程的施工上也會完全的就沒有辦法有一個清楚的交代嘛。針對淡馬鋼的議題，業者懷疑中央敢有人咧趁國難財，建議政府通介入調查。根據了解，淡馬鋼計劃佇短短3禮拜內起碼3成。業者反映，公共工程標案的施工費是固定的，這陣成本起，廠商根本無法度吸收價卡，地區包商就安尼停落來。那這陣中油積極咧找非中東地區的進口機會，唔望通解決欠料的困境。為了延長我們下游客戶供應柏油的一個期程，我們不得不也通知我們的客戶說，每月的一個銷量要略為管控。那在管控之下，因為我們剛好有進口生產一批加計原有的庫存量，我們預估可以供應到6月下旬。將配合釐清上游廠商調控，安排道路跑鋪工程，且在道路安全考量。做好因應。面對原料供應真難的狀況，工務局回應，除了會重新安排工程的優先順序，嘛講會甲道路品質顧好勢，後續嘛會加強施工現場的查驗。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